这个呢，sasak masasak 就是出去或者是出来。这个比度好，蝴蝶蝴蝶就是睡觉。这个发鲁 geter geter 就是生气，生气的意思。好，接下来这个希望 riang riang 就是凶恶、凶狠，就是很坏的意思。好，这个 mutep firang firang 生气或者是发怒。这个沙包之灾马闹马打闹就是害怕。第12个，这个沙包之上瓦杠马瓦杠就是仰卧，面朝天躺着。第13，这个沙包嘟噜无数马无数就是害羞或者是客气礼让的意思。好，以上妈型动词我们就是用那些1到13来做练习，或者是你知道的词汇也可以使用来做练习。好，我们之前上过的是妈型的肯定句，还有上完了疑问句。那今天接着就是继续上否定句。上一次我已经上完了现在简单式这一句，那我们今天一定need to kita以过去简单式你萨达班号，就从过去简单式这一句第2句来做练习。那线上的老师或者是同学一起来做练习哦。那等一下，如果你写完的，就在我们的信息栏那边来上传，我们一起来做练习，写还有说，自己写的要自己说。好，那我们开始哦。Mitga do kita好，萨达邦do kita ini否定句的过去简单式这一句第2句，中文是舅舅昨天不曾笑小孩。舅舅昨天不曾笑小孩。主语在爱都嘎达瓦吉发基杜娃娃伊纳吉拉。好，那我们今天是第一句是嘎达瓦这个字根哈，那你们用刚刚上面的这几个妈型动词来做练习。好，那这一句是说舅舅昨天不曾笑小孩。在爱度这里的度就是曾的意思。嘎达瓦笑，吉发基发基就是舅舅。杜娃娃小孩伊那吉拉就是昨天。那我们这个妈型动词就是嘎达瓦，这个我们要换别的动词，在爱度嘎，或者是举例。在爱度嘎菲朗吉发伊杜沙发伊那吉拉。中文意思是说，阿姨昨天不曾对妹妹发脾气。好，这个是我的例句。那请线上的老师或者是同学的好朋友一起来做练习哦。这一句在爱杜嘎达瓦，这是我们的例句。那大家用自己知道的句子来做练习哦。今天是用妈型动词的字根来做练习。小大帮都好。第2句，如果有想好或者是写好的，就希望大家在讯息通话中讯息栏这边做上传。等一下我们一起来分享。自己写的要自己说，
如果有写好的，就在通话中的讯息栏里面做上传。开始，好，小大帮都给大好。我刚刚的例句就是，如果是我写的话，我会说阿姨昨天不曾对你们发脾气，我会用这个字根，或者是比让，比如说在爱读嘎比让几发一读沙发伊那吉拉，阿姨昨天不曾对妹妹发脾气，在爱读就是不曾，可以做练习喽。老师，我先哦，因为我的笔电现在在做另外一个工作，我用念的可以哦。好啊，你念慢一点。好，这爱这爱这爱读嘎乌拉，吉嘎造，吉班那样，以地呀吼，嘎造以前不曾爱过班奈，可以吗？可以啊，一地然后以前我要再念一遍吗？可以啊，这爱读，哎，这爱读，哎，是这个口气吗？这爱读。爱读还哦，这爱都甲有啦，一家早，一般那样，一定要好。家早以前不曾爱过班奈，哦，可以哦。你这爱读个乌拉几个早几班那样是吗？这爱对，读个乌拉一家早，几个早，几班那样，对一定要好，就对是过去个早不曾爱过班奈，对对对，对，很好啊。嗯，这个句子讲得很好。这爱读不曾。无啦，无啦，就是不曾爱过，不曾喜欢过把奈，可以哦。无啦，也可以形容喜欢或者是爱，还可以多讲几句哦。如果可以说的，就用说的，用写的也可以哦。你读第二句好，第二句就是爱读嘎，我们的例句是在爱读嘎达瓦。吉巴给娃娃伊那吉拉，我们把娃娃换成其他的妈型动词，先给大家看一下，有偶系 L 或者是的嘚这些都是妈型动词，我们可以做这些，用这些来做练习。好，那么还有该多的能对照好，诶，好，爱丽丝书，还好，然后信息，还。在读嘎格德的古信息读比利沙伊沙法，老师早上不责骂过学生。好，在读各个字古信息读，你地理在伊啥法？好，看一下哈。老师早上不曾骂过学生。好哦。在爱读各个字就是生气或者是骂哈。嘛，那在信息，我爱嘎古比利在伊迪斯瓦的好，问爱技术米利在大关呢？还米利在技术，哎，好的。老师上一堂课有教过那个，诶诶，我看一下，上堂课有讲过吉马都跟吉马都跟吉马都的那个差别，可以再讲一次吗？你是说意思吗？对对，吉马都跟吉马都，因为我上次笔哦，记来不及写。上次哈，那个是改对对造说的，对对对对不对？对对对，金马都，你上次他说金马都，几马都是不是？嘿嘿嘿，我想一下哈，好好，
吉玛都古卡阿腰，换谁先？吉玛都古啦，南涛，那个人又是谁？是这样子，好，吉玛都古卡阿腰巴索尔，换谁先说？吉玛都，或者是说那个人一直来，一直有人敲门，吉玛都又是谁了？这样可以吗？好，如果有人一直敲门呢、一下子又来个另外一个人，然后已经打发他走了，后来又有人敲门，自己会想说，吉玛都古拉当飘这样吉玛都又是谁了？那个吉玛都古打幺鲁马溜换谁先唱歌？是这样。如果是吉玛都老师，请问一吗？下，这个就是在语气的轻重来分，对不对？对，基如果玛都是说吉玛基玛都都吉玛都换谁古嘛，嘿，换谁换谁了嘛？了？对，嗯，语气基玛还有吉玛都基玛都基玛都，这样的话就是，那个又又是谁？是谁？马达马都就是这语气语调，我们会有这样子的话，还好那个爱丽丝她很勤劳的做笔记，像我们反正爱给她好，我们都会知道什么时候用什么语气。那初学者他可能想知道它的差别在哪里。好，爱丽丝说这样可以吗？刚刚我们马里盖老师有再一次的再说一次，这样可以的话，你再写一下看这两个句子，再做练习。好，谢谢爱丽丝说好。哎，你苏贤，哎好，好，嗯，在都个一路一那一阿公安姨爸爸正，妈妈在早晨不曾想念阿公。好，alright，能大好，在爱都个一路一那一阿公安姨爸爸正，在爱都就是不曾。那 error 就是思念或想念，即因呢妈妈，即阿公案就是阿公，以爸爸正就是早上，就是早晨的意思。整句是说在爱读个 error 即因呢，即阿公案以爸爸正。妈妈在早晨不曾想念阿公，来马达玛都好，反正古米苏里达尼苏贤，这里的在爱读。就是不曾的意思，他用改论，这爱读改论哈，不曾想念。好，谢谢。好，就在第二句过去简单式，我们的范例是舅舅昨天不曾笑小孩。在读嘎达哇起发给读娃娃伊那吉拉，那请老师或者是其他的学员用其他的动词来做练习哦。我们往前看这些动词，我刚刚有稍微念过一次。偶西也可以用加上嘛偶西，如果是否定句，在爱嘎偶西这样，在爱嘎个的，或者是在爱嘎里岸。我们今天上的是否定句，在爱读嘎达瓦或在爱读嘎一论。可以看上面两句的范例哦。先上的一起来做练习。如果没有办法写，就用说的，像改造一样用说的。可以参考两位的例句哦。如果不会写的话，我们有很多的妈型动词可以做练习。伊萨卡杜萨，好，过去简单式。伊那基拉，我们可以，过去简单式伊那基拉，我们可以换成伊阿幺努尼阿礼拜，就是上周。
或者是去年。如果是说去年的时间副词，就是以阿要努尼啊米和扎。上个月以阿要努尼啊乌拉，或者是以那吉拉啊。在读嘎格德尔，或者是在读嘎伊鲁尔，还有其他的可以写哦。希望大家今天每个人都要做练习。你想好了就写在通话中的讯息栏里面呢，我们一起来做分享。我们今天的句型有很多哦，有未来式、进行式，还有现在完成式，还有过去完成式、未来完成式。我们要慢慢的每一句都要做好练习。我们可以用打闹哈，在都嘎打闹，打闹就是害怕。在都若加上否定的话，就是在都嘎打闹，不曾害怕。好，我看下面还有人写吗？来，智慧爱好马劳多诺马古古诺米苏，在爱都嘎有不再怎么样的意思吗？在爱都就是否定，像上面写的不曾想念，有不再想念的意思，可以吗？不有这样曾，的意思吗？比如说对，刚刚老师讲的在都嘎达捞这样子，就是不再在都嘎害怕，达喽，不再害怕。有这样的意思吗？对对对，在爱都不曾害怕啊，就是如果是照我们的中文翻译，就是说不曾在爱都嘎达捞就不曾害怕，在爱都嘎达捞，就是以前如果是害怕，现在不害怕了这样子。在都嘎达就是捞嘎过，就是我对，不再还在害怕。都嘎达捞嘎古多那儿，哎，对，以前哎，害怕，现在不再害怕。还因为我觉得加了时间，我就很难造句。你试试看呢、先让我们一起来讨论，那好，们头看哪里不顺或者是不恰当，我们会做修正。先上阿鲁曼古信息，大家都敢无说，写看看，因为我们做练习，那爱读干什么什么都可以写哈。哎，美惠老师，我刚听的时候，哎，我如果两种语气，你听看看，这爱读嘎达绕是不曾害怕吗？这爱读嘎达绕不曾害对，怕。不曾害怕。如果我这个口气呢，这 I do 嘎达绕呢是什么意思啊？这爱度就是加强说我已经不再害怕了，只是语气加重而已。老师会不会是这 I do 嘎达绕就是我不再害怕，比较像是不再害怕？这 I 真 do 的哈，对语气I do 嘎达绕是不曾害怕，是不是这样分会比较清楚？是吗？我刚刚突然想到，我也是这么想。这 I do 就是我已经不再害怕。如果是这 I do 不曾，对，我看一下我们的红爱，红爱就是 Sandy 嘛，好，来吼，红爱，嗨，还好，你的名字是红爱哦，之前我已经改都叫了。Sandy，要改哈，阿 Miss 的名字叫红爱，嗨，好听的名字。嗨，阿弟，来回阿是姐姐，跟着我的秘书，嗨，dalam aku hal. Sa 来 itu katalau jika kata waju i ayau nuni 礼拜，姐姐上礼拜不再害怕狗了。好，哎，我们都8号，
反正我没有想说，我写错的打浪了。这好来，爱都星期刚刚改造说，如果不再害怕用语气加重，这爱都嘎达老几嘎嘎，杜阿祖以阿要努尼阿礼拜，姐姐上礼拜不再害怕狗了，对，这爱都嘎达老几嘎嘎嘎嘎就是哥哥姐姐的统称哈。美惠老师，我祖曼如果说如果说我们加强语气说，不再惧怕的话，如果说我们加前面乌扎埃都嘎过嘎达绕，这样可以吗？乌扎埃都嘎达绕，乌扎埃都嘎达绕就已经加，因为乌扎埃都嘎达绕嘎过读啊做。乌扎爱杜嘎达拉罗杜就跟那个不扎爱杜嘎，你刚刚那个谁，那个凯明讲的那个，我觉得那个语气的话，好像不太适合这样讲。你做爱，就是能够到kita của你红爱呀，也米苏里达你啦很好哈，在都嘎达绕，几嘎嘎杜阿祖以阿要努尼阿礼拜。如果是红爱这一句的话，姐姐上礼拜不曾害怕狗了，在爱都嘎达绕，不曾。我们在这边如果是照我们的范例的话，就是用不曾。不再害怕的话，可能我们在语气上就是在爱都嘎达绕几嘎嘎杜阿祖以阿要努尼阿礼拜这样，可以哈。嗨，爱度跟着爱度，美惠老师，刚刚马里盖老师讲那个加个乌，好像你的句型里面有加乌，好像是未来式嘛，对不对？乌，他刚刚说乌在爱度，对，就是比较有加乌，是不是？就是比较偏用讲未来的，就是不在这样子，是这个意思吧？未来吗？刚刚马里盖想的，他有加乌吗？我这边补充一下哈，那乌的话，乌在爱杜嘎不对，我已经不再了，不再怕，不再惧怕任何在爱杜嘎过，如果加一个乌的话，会比较加强语气。如果你用那个语气来讲，刚刚那个凯明讲的那个，我不太会讲他那个语气啊，会不会比较好一点？乌在爱度是吗？刚凯明说未来，爱杜嘎过，也是可以这么说啦。但是乌在爱度跟我们这个过去简单是这一句的话，你就先用这个在爱度嘎达绕这一句。如果是你要增加乌在爱度，可能就是另外一个句型在嘎咕。乌在爱度，我已经不再，好像又增加了已经不再害怕了，这样对吗？好，马里盖老师。没有，我只是这样解释可不可以？对这个的理解，对呀，我们也想理解。很好，你的问题很好，这个是可以我们一起来学习的。好，那第一堂是马来都，你先写没关系啊，我们等一下一起来做讨论。谢谢马里盖老师，好，好 ，Cindy 你是红爱，我习惯叫你 Cindy， 红爱，你订正什么？你用不成哈。在都嘎达绕几嘎嘎读啊做，还要努力阿礼拜，很好。姐姐上礼拜不曾害怕狗了，对，谢谢红爱，我要习惯你叫红爱。爱的，红爱很棒哦，好，能不能大鼓你往下看哦。好 ，Alice 苏，你说呢？阿弟。在都嘎达瓦吉达米以及里辛南以阿要努尼亚米赞，那个妈咪提供金纳阿吉属你阿努吉拉礼拜。达米尔去年不曾忘记过李信，但他上礼拜将要和淑妮结婚。好，很好哦，能不能当？我们看一下我们 Alice 的号，爱都嘎达瓦吉达米
以及李行难，以那个以可能要分开哈，以及李行难，以及李行难，以阿要努尼米和早安达灭去年不曾忘记过理性，尼嘎，但是妈咪吉公，妈咪吉吉公，这边有多一个 K。Mami kikung jingra ajilungi anujila礼拜，但是他下礼拜将要和鲁易结婚很好。Alison 这边多写一个 K 哈，Mami kikung。好，我改一下哦。係廖文托咪廖文托意思咪delete好。我很快哈，你修正了，来，你先念一遍。Saya itu kata war jitamih iji di sinan i ayaw nunia mitaan nika mamikikong jina aji sungi anu jira lipai。来，马达玛对马蒂尼哟，很好。来，信息。来，那么的给他们把说好发声好，要说写跟说很重要哈。来，阿歪多古呢？第二句，兰努都有未来简单是这一句哦。未来简单是第三句，舅舅明天将不孝小孩。在爱嘎五，在爱嘎五，妈妈打我去发给杜娃娃努拉发。这里是在爱嘎五将不孝将不会怎么样哈。妈妈打我就是将不会孝。去发给舅舅杜娃娃努拉发。整句是说舅舅明天将不孝小孩。这是中文的解释哈。那我们现在做第三句的练习。在爱嘎我妈妈打我，如果是妈妈打我的话，在爱嘎我妈妈打我这样。好，第三句哦。那咱们大姑娘嘎我，红色字体就是加上五嘛，将五嘛，意思就是将的意思。在爱嘎五嘛马达瓦，吉发给杜娃娃努拉发，这是未来式努拉发。老师，请问一下，以后要怎么讲？以后一个一个这样好，一个还一个读加后吗？一个后。你看你的句子。好，那我再练习哈。那我讲我的，在爱嘎乌妈妈乌拉吉嘎造吉班那样，一个后是这样吗？一个一个哦，好，那我再一次哈。在爱嘎乌妈妈乌拉吉嘎造吉班那样。一个，对，改造以后将不会再喜欢板奈了。对，这样对。可以。马里凯老师还有更好的说法吗？我如果说一个，在爱改造你说在爱读，不是在爱嘎乌妈妈乌拉，只改造只板奈样一个，对就可以。就是改造以后将不会喜欢板奈之后的意思。改造之后将不会喜欢板奈，对吗？你的意思是这样吗？改造对，可以啊。一个，对，要用一个之后就是一个，对，很好哦，你马上就会了。你刚才有加在爱嘎五吗？在爱嘎五妈妈。有在爱嘎五妈妈乌拉。妈妈乌拉，
几个早几班那样anu ikut，对对对，很好，要很专心听了。有时候会，有时候听不清楚的时候，就会很像那个句子就不对，这样要专心听啊。好，请息有问题，不好意思，那个好，请说。一咕噜的那个后面要弹舌头，要啊要弹，ikut，哦好。我刚刚有念哈，ikut anu ikut，对，要弹舌。好，那努都我看一下你哦，苏璇，努米苏都嗨，在教妈妈菲朗吉伊娜吉班奈yan i kahou fuzani班奈。板奈妈妈在板奈生日时将不会对板奈发脾气。哇，好棒哦，这么会用句子，麻烦你自己苏璇好，能吧？在教妈妈菲朗吉伊娜吉班奈yan i kahou fuzani班奈。妈妈在板奈生日时将不会对板奈发脾气。哦，很棒的句子，谢谢我们苏贤。好，在爱嘎五，妈妈菲让将不会生气啊，就是在板奈生日的时候，妈妈将不会对板奈发脾气啊，很好哦，谢谢苏贤，还有哦，继续努力哦。这第三句未来简单是这一句。爱嘎乌妈妈菲让，或者爱嘎乌妈妈格德尔都可以使用哈。在爱嘎乌妈妈乌拉，将不会喜欢。加上妈妈乌拉就是将的意思，将不会怎么样怎么样。那我们的时间副词如果是未来式的话，安努查法我们也可以写成安努基拉，你很赞。下个月安努基拉阿布拉，下一周安努基拉阿礼拜。好，如果是大家都有练习了吗？这一句，如果还没有的话，可以慢慢写哈，等写好了再来上传。那我们就米兰路都要接下一句哦，进行式这一句第四句读，希望大家每一句都要练习。好，中文是说，舅舅现在没有正在笑小孩。主语在ayai katawa jifaki luwawa imadini。在ayai katawa 就是没有正在笑。jifaki 舅舅luwawa 小孩 imadini 就是现在的意思。在ayai katawa jifaki luwawa imadini。我们用在ayai。爱在这里是正在的意思，你可以使用你上面的动词来做练习哦。就这一句在哎呀，如果是你用比让的话，在哎呀嘎比让，哎呀嘎个的，这里的I就是正在的意思。我们用这一句来做练习，现在是进行式这一句哦。让他们头一张好，用念的也可以哦。伊玛蒂尼，我们可以用尼尼，
今天，或者是阿尼尼也意思也是现在或者是今天。伊玛蒂尼就是当下或是此刻，也可以是现在的意思。你的第4句哦。Ayai ka lawa jipaki luawa imatini。imatini 时间副词我们可以用anini。那李盖老师，你可以用念的啊。马丽盖在线上吗？我看不到你了。老师，我想问一个问题哈，这 ai 嘎那个加妈形动词哈，如果翻成正在哈，好像中文翻起来都卡卡的，它有没有别种翻译方式？比如说这 ai 嘎乌拉没有正在爱，好像中文怪怪的。这 ai 狗啦，没有喜欢了，没有。这 ai 会不会好像没有感觉就是没有一直喜欢吗？没有一直喜欢的意思吗？这 ai 嘎乌拉没有正在喜欢，好像怪怪的那个翻对。译，如果怎么翻是用乌拉比较顺？吗？你用哪一个？这 ai 嘎乌拉。对，如果是没有一直喜欢，还是没有正在喜欢？它的意思是什么？阿美语的意思。miss 的意思哦。这 ai 嘎乌拉就是，如果是这个是这 ai 嘎乌拉是没有喜欢的，就是如果正在不好翻的话，就是没有再喜欢了，可以吗？我没有再喜欢哦，对，没有再喜欢，会没有比较顺啊。没有正在的，是有正在的意，那个在是正在的意思吗？是对啊，当这里当下没有喜当下欢，当下没有喜欢哦，没有正在，好像当下没有再喜欢啊。所以如果是是这个意思哦。哎呀，对对对那对，是我哎呀，当下没有喜欢他的意思，这样。如果翻成中文呢？我现在我现如果在就是我直接翻成我现在不喜欢他，可以哦，可以啊。好像比较顺哦。所以那个爱还是正在的意思，只是我们用别的中文代替比较顺嘛，是吗？可以啦。比方好说这样，如果卡卡的话，我们可以换句好好，话说。那我知道，那我来讲我的话。哦，这好。爱呀嘎乌拉吉嘎造吉班那样伊马蒂尼嘎造现在没有，嘎到现在没有喜欢板奈，哦，不，可以啊。嘎造打到此刻没现在有喜欢板奈。可以啊。此刻好，打造此刻没有，你刚刚说什么？打造此刻不再喜欢板奈哦。没有不在，哦，嘎到打此刻没造有喜此刻欢板奈，没有喜欢板奈，就这样比较顺哦。只有这个时刻了，可能等一下就喜欢，短暂的哦。好吧。不然怎么翻译？对呀，这个也蛮难的哈。如果是在这里，如果是卡卡的话，我们就会换句话说也可以了，不然就真的很硬。好，谢谢改造。好，我们看一下底下哦。哎呦，我看到爱丽丝、艺术都好的，能はい、教え子のみそ。はい、えー、在教在教妈妈老吉伊那伊达古瓦南阿努吉那阿弗拉什，然后喊你我妈咪哈达达南嘎古伊达伊嘎古。妈妈下个月将不再烦恼我，因为我将要在大学读书。然后哦，再来是这一句，在爱嘎拉劳吉那都什么马古伊马蒂尼，
妈妈现在没有正在烦恼我的事情。好，这我能没说好3句。能大过你爱丽丝，你这里单好。在kau memarang rau ci ina i kakuanan anujila apular。他说：“妈妈下个月将不再烦恼我。now hani 因为我妈咪hatatanam kaku i daikaku，daikaku 就是日文的大学嘛，哈。因为我将要在大学读书。下面一句是说。” Saya rau-rau ci ina tu remak mamaku imatini。妈妈现在没有正在烦恼我的事情。哎，很好哦，你下次一口气写3段，都写得很好呢，爱丽丝。外国来利亚问号没有可以修正的。来嘎古是大学嘛，哈。如果阿密斯的话是以大嘎拉歪阿比迪里站这样。我们直接讲很高的学府，很高，哎呀，大嘎拉歪啊，比朱砂山，或者是达阿盖啊，比提里山，我们就会知道是大学。如果是日文大学就是日语翻的嘛，哈，介词大学，我们直接讲说以大嘎拉歪啊，比提里山，我们就可以意会说是大学。好，谢谢我们的绕就是烦恼，在哎呀个绕就是没有正在烦恼。好，谢谢我们的爱丽丝，写的真的很好。嗨，马绕多努马姑姑，你苏贤，你说多。嗨，saya ka iru ci panai tu ina ningla imatini。panai现在没有在想念他的妈妈。很好哦，中文你翻得不错。好，saya ka iru ci panai tu ina ningla imatini。panai现在没有在想念他的妈妈。很好。有时候我们中文有时候很难翻哈，我们可以换句话说，这样子翻会比较好一点。有时候真的很难翻中文哈，像我们念主语就很顺畅，如果要翻成中文，可能就要想很久，有时候没有那么贴切啦。意思是说没有那么贴切，没有翻得很好。好，谢谢我们以上的老师还有学员哈，大家都很厉害。那这个第4句我们都差不多都学过咯。那我们往下看，ini tu isa kalima第5句读哟。如果以上还有人要练习的也没关系哈，写完了再传上来。现在完成式了，这一句，舅舅直到现在还没像小孩。在阿耶后嘎达瓦起发给鲁娃娃大哈阿尼尼，舅舅直到现在还没像小孩，就是主语是说在阿耶后，哀后就是还没的意思。嘎达瓦起发给鲁娃娃大哈阿尼尼。直到现在就是哈阿尼尼。好，那他们大姑尼现在完成是这一句哈，在哎呀后什么什么，你换一下其他的妈型动词，其他的动词好，能当否定句。给我先啊。你说个哎呀。这哎呀后几个招？等一下，看一下句子。好。这哎呀后，等一下。在哎呀后。这哎呀后噶乌拉几个招？几班那样噶哈安尼尼，直到现在，嘎造还是没有爱上本奈。是这样翻吗？
在哎呀后几在呀个到后还没，嘛在哎在呀呀后后噶乌拉到是吗？了几个到几班那样，达哈尼尼，直到也可以，现在，打造还没有喜欢上板奈。对，很好，对呀，你念的这个主语也很顺畅，没错，就是这样子，在呀后噶乌拉几那招几版那样是这样嘛？哈，是吗？对对，哦，很好，对，哀后就是还没。你刚刚的句子是说还没喜欢上板奈，可以哦。其他的可以用写的哦，第三套自己写的，然后再慢慢的念。我们今天是练习写，练习说，多练习后就不会卡卡的。每天说主语以后，你的语调就会进步。今天读第5句，每个人都要练习啊。如果没有办法写，就像改造一样用念的也 OK， 改造念的也比较进步哦，语调上。有吼，哎马东啊马扎嘎多妈忙，听得懂吗？进步一点点的有这样。马扎嘎进步怎么说哈？马东啊就增加，马东啊多妈忙啊，有在进步的意思。马东啊就是增加嘛，反正都就是很厉害了，很棒了。其实语言就要每天重复的练习说了。如果1个礼拜没有说的话，又会生疏了，又阿夫萨都又没有眼巴了哈。每天练习就会马东尔古法纳多慢慢就会进步一些些。好，今天第5句哦。在哎呀后噶打哇七八给多哇打哈安尼。这一句应该是像嘎照刚刚念的一样哈，只是换一下字根。如果是说在哎呀后嘎个嘚儿，用个嘚儿的话，还没有生气。如果是说在哎呀后嘎打捞，还没有害怕。哎呀后嘎乌拉就还没有喜欢，那以后可能就会喜欢了。好，那咱们大古尼南哦，大家练习一下这一句。现在完成式，哎呀后，嘎什么什么的。下面2句就是过去完成，还有未来完成。大家写完的也可以先想一下下一句的句子哦。你刚才在线上吗？我的是用手机，又看不到有谁在线上。妮妮，还有看一下，如果是我在线上的，但是我因为有机会我就会讲话，不好意思。来读，
哪里在萨吉达？哪里在？看哪里有伊拉个福吉兰给努马古吉拉，你可以补充啥个个？没有啦，我是在学习，没有。闽南那边古马古，闽南那边古马古，因为你还在等来古马古。哦。我努班扎看那个，努班扎。Ayah itu, Ayah itu. mata pek tu. 我们马特别的别是打呢，你们是讲马达玛是马特别是吗？ Mata tu. 马达玛都可以讲成马特别的哦。可以啊。哪里的话马特别？台东马兰的话。哦，马达玛都马达杜隆都这样哈，适合马达杜隆都啊，好，来吧，来读。那namai kita mapulong gila, anila tu ko zai kata tulong hao. Natungar hanto no miso hao. Hai. Hai, nanganta ikano. Elis, mahalag to ko no miso. Tadi. 在爱好甲宝宝伊瑞尔古拉马巴达爱敌人努一索达哈阿尼尼，那只鲸鱼的尸体到现在还没漂浮在海上。哦，我看一下，你用鲸鱼，鲸鱼是一索，一索一 s， 你这边有咽喉音是 s， yes so s yes so s 好 yes so， 念是 s 是鲸鱼哦，是日文吗？还是？不是，是阿美语。哦，真的吗？嗯，我们没有鲸鱼这个词汇呀。我是查那个主语一乐园的。哦，真的哦。老师，你是纵贯线，我们海岸线有了。你是说嘎狗？我是纵贯，对，没错。素是鲸鱼，好。能跟大哥你爱丽丝好。Ayah ho ka pau pau i real kurang mapatayay tireng no eso taha anini。哦，eso 就是鲸鱼，那包包就是浮在水面上的意思哈，包包。那只鲸鱼的尸体到现在还没漂浮在海上，很好哦。那包包，宝宝就是浮在水面的意思。鲸鱼叫 eso， 凯米你也知道 eso 是鲸鱼哦。哦，你们海岸的，我真的不知道。很少听到哦。我们台湾没有鲸鱼。海岸线的会讲的应该都知道了。eso， 可是我们从来也没听到他们说啊，可能有啦，我是不知道这个 eso 就是鲸鱼。eso 也是蛮难念的呢。eso 鲸鱼。谢谢我们的爱丽丝。好，苏贤，嗨嗨，来。Saya ho kafilang jikazau jibanayan nanu ila jila daha nini。kazau 从昨天到现在还没对板奈发脾气。好，用 kafilang 哈。Saya ho kafilang jikazau jibanayan nanu ila jila daha nini。中文是说，嘎造从昨天到现在还没对板奈发脾气。很好。没有什么事情就不可以乱发脾气哈。好，体让就是发脾气或者是发脾气哈，就生气的意思。再来后就是还没的意思。再来后咖啡让谁呢？几嘎糟几把那样，那努伊那几啦，那哈阿尼尼，从昨天到现在的意思。好，谢谢大家。刚刚好，我们时间7:59，马上熬都好口渴了。米娜弄好给大那我们休息10分钟，晚餐后读10分钟哟。等一下，中文有点好。主语是说，在爱都嘎嘎哇吉法基的娃娃，在罗米阿，在爱都。Katawa Cifaki tu wawa
自在阿鲁米阿。好，大家都在线上吗？给你读第6句哦。舅舅已经1天没笑小孩了。啊，那们大姑你好，我们来就这一句做练习。Saya itu katawa jifaki tuawa zezai arumi'at。我们可以zezai arumi'at，我们也可以说lusa arumi'at。1天可以换成2天或者是3天，天数可以自己换哦。舅舅已经1天没笑小孩了，那谁先啊？老师，我先你要用讲的，不用讲的话，这爱卡拉好几个早，嘟噜啊，鲁米亚，这样对吗？这爱这爱卡拉好几个早，嘟噜啊，鲁米亚，好，可以啊。已经3天没吃饭了。吃饭。吃中餐了。嘎造已经3天没吃中餐了。no amin si ayah itu kalahok。对。Jika造Turu alumiar。turu alumiar 可以啊。ayah itu kalahok 你用嘎造3天没有吃中餐了。对，嘎造已经3天没吃中。有叫已经吗？Itu ayah itu kalahok jika造turu alumiar。嘎造已经3天没吃中餐了。可以，itu 很顺。ayah itu kalahok jika造turu alumiar 可以哦。itu 就是已经了，是了。ayah itu kalahok 可以哦，很好。好，其他的用写的哦，迪丽生哦，用写的，然后上传，我们一起来看，一起来学习。让我们学习你写的句子。过去完成式这一句哦。我们最后一句就是未来完成式啊。看一下哦，你看有没有人写完了？马老多的马姑姑，你首先。Saya itu kafilang gula sinsi duni amidilai zai a礼拜。那个老师已经1个礼拜没有对这个学生发脾气了。好。Saya itu kafilang gula sinsi duni amidilai zai a礼拜。那个老师已经1个礼拜没有对这个学生发脾气了。比让就是发脾气的意思哈。米迪利赛就是学生，只在2礼拜就是1个礼拜。Saya itu kafilang gula sinsi duni 这位同学，这个同学米迪利赛只在2礼拜，写得很好哦，谢谢我们的苏贤。其他的老师要赶快写哦。Minanam dominan tulis tusil 句型就叫 tusil。Saya itu 什么什么看你想学什么都可以哦。写好了就上传。如果前面几句有人还想学习的话，也可以多写几句哦。我们没有限制哈。如果
没办法写，就像改造这样用说的，讲短一点也可以。这里是说已经，就已经一天没笑小孩了。Saya itu katawa jipaki tuawa sejai arumiat。看一下哦，好，下一位是你爱丽丝，那么说的。はい。Tadi hai to ko pilitusan na ngayaw to panay i ayaw no niya miyotaan. Ura saka ai to kalipahaku palute ni ngayaw zai a miyotaan。去年ngayaw他们稻米的收成不好，所以ngayaw心情不好已经1年了。哦，我刚刚听到你爱丽丝，你念那个za ayai，要念za ayai。za ayai yay 是一个音节哈，这边有3个音节，yay，还有一个法鲁做，对，做，好，我看一下哦。Tadi ihai tuku pilitusan，tadi ihai tuku pilitusan na ngayaw tu panay i ayaw no ni mihajaan。Tadi ihai tuku pilitusan na ngayaw tu panay i ayaw no ni mihajaan。去年ngayaw他们稻米的收成不好。Tadi tuku tadi ihai ku pilitus，你这里是采收吗？收成。pilitusan收成。Tadi ihai tuku pilitusan na ngayaw tu panay i ayaw no ni mihajaan。好。Urasaka 所以在ayai tu ka lipahak ku faluzo ni ngayaw zazai mihajaan。Urasaka在ayai tu ka lipahak ku faluzo ni ngayaw tu zazai mihajaan，应该加上一个tu zazai mihajaan。ngayaw心情不好已经一年了。zazai mihajaan 这样。好，我改一下。ngayaw 对，加上tu比较好。法鲁做，我们这个都很难念的，要常常念。法鲁做有一个的音，法鲁做。不过你今天念已经很进步了。好，那努多你红爱，努米说多。嗨，等一下吧。Saya tu kesasak si Hongai misalama zai alibay。红爱已经1个礼拜没有出去玩了。写得很好哈。在ayai，在ayai yay，在ayai tu 少一个 y 哈。在ayai tu kesasak si Hongai misalama zai alibay。红爱已经1个礼拜没有出去玩了。所以这人都红爱在ayai。嗨。kesasak 就是出去嘛。即红爱，那个红爱是什么意思哈？红爱你的名字。名字把那是稻子，那你的红爱是什么？还跟你阿嬷取的。我也是在收割的时候出生的。阿嬷说红爱也是，还跟你是不是收成还是什么？你在想啊，这个就是没有问过他们，就是阿外都是阿嬷公安。我都叫阿嬷说，哎呀，阿嬷叫红爱，那其实都红爱。
抓，好阿妈好抓，不是叫红爱，不是叫红爱哦，很多人家人都就给我叫红爱，帮刚刚解红爱，可是我不知道意思。哦，天上有人知道吗？我也很想知道意思是红爱是什么意思？是不是日本的名字？是吧？过好，希望有人知道哈。那你也可以去问一下红爱的意涵是什么。好，要问过了，在哎呀啊哎啊，句子写得很好哈。哎，爱丽丝说马老多少个阿弟，还是本后那只在可是那个红爱他刚刚订正了耶，他比我先订正。哦，真的吗？嗯，我看啊，对，有，打字很快呢，因为有些用手机，有时候还要放下。嗨，你红爱好，在哎呀都嘎莎莎吉红爱阿米萨拉吗？只在阿礼拜，好，写得很好，已经修正了。嗨，阿赖西西，嗨，来多好，反正都，我们刚才一直讨论红爱的那个啦，意思是什么？好，爱丽丝，你说都。Tadi hai toko pilitusan na ngayaw to panay i ayaw no niya miyatan ula saka sa ayay to karibahak to paruceh ni ngayaw to setai a miyatan。好，这样就很顺了，听起来就很好。好，来一起，爱丽丝很好。好，那麦杜古尼南好。还有线上还有谁？也可以慢慢的写哈。你能打米楠楠。好，我们下一句最后一句喽。未来完成是这一句的好，就等一下就不叫小孩了。Saya itu kau mama tawa cifaki tuawa anuhuni. Saya itu kau mama tawa cifaki tuawa anuhuni. Saya itu 就不孝的意思。Saya itu kau mama tawa，整句就说就不孝小孩了，就不孝了哈。anuhuni 就是等一下。Saya itu kau mama tawa。好，我们要加上在都kau mama tawa。好，我们换一下字根哈。好，你难读哟。未来完成式这一句要写在都kau mama 怎么？老师，我先。一首来了。对，好。你说加油。在都kau mama lahok ji kacau anuhuni。kacau等会就不吃中餐了。哦，很好呢。因为他可能现在吃过了。哦，很好，越来越顺了。在都kau mama lahok ji kacau anuhuni。已经吃过了嘛，这个意思。很好，谢谢改造。老师，我刚刚查字典，那个 a 寿有金鱼，有，那个不是外来语，那真的是阿美语，对。真的 a 寿是哦，对，是哦，很好哦。我很少查那个什么语类的名称，刚刚好 a 寿就是金鱼。谢谢你们查到了哈，我也要常常说才可以哦。a 寿就是金鱼。我们很多不懂的语的名称呢，以后可以在线上可以都把那些语类的名称写出来。好，一定以未来完成这一句哦。那爱都嘎乌妈妈达哇，奇法给杜娃娃安诺霍尼，就像嘎照刚刚念的，
Mi Oceania好在爱都噶乌妈妈拉好，我们也可以写成说在爱都噶乌妈妈拉菲呀，马拉菲就是晚餐嘛，在爱都噶乌妈妈蝴蝶啊之类的都可以哈，都可以写，反正是做练习，练习写，练习说。很快哟，我们否定句就要练习快完了，相信大家都会进步。再等一下哦，那还有在线上还有谁还在很认真的写？然后国民党那麦读你呢？好，早爱读个乌妈妈，哎，好像还没有写哈，还在想，好，没关系。答案回答，我们稍等一下，我们不敢哈。早爱读个早了，kita慢慢写。好，往下看一下，谁写？哎，好，好了，多诺玛姑姑，你出现，请说你的句子。来，在都高乌妈妈福的古拉娃娃阿努拉菲伊，那个小孩半夜就不睡觉了。好，就是这一个最后一句了嘛。好，在都高乌妈妈福的古拉娃娃阿努拉菲伊，拉菲伊就是半夜。在都高乌妈妈福的就是古拉娃娃，那个小孩半夜就不睡觉了。在都搞我妈妈蝴蝶就是不睡觉了的意思。好，反正我们这里在那边出现哈。好，最后一句，线上的如果还有人练习也没关系哦，慢慢写。就是最后的否定句的最后一句咯。希望线上的老师还有学员大家都能够充分的学习。等一下，我们就要进入到被动句了。我们先把这一句最后一句做练习。好，如果还在写没关系哈，我们就先往下看哦。我们的否定句也差不多都练习完了，接下来就是被动句。被动句，就是我们的范例就是马嘎达瓦你阿公古娃娃。这一句是说小孩被阿公笑。那我们看一下，现在简单是第一句哦。小孩每天被阿公笑这是我们的例句哈。马嘎达瓦你阿公古娃娃都
rumi ami ar makatawa 就是被笑哈，你阿公就是被阿公笑，古娃娃都 rumi ami ar。rumi ami ar 就是每天，makatawa 就是被笑的意思哈，我们就做练习哦。如果刚刚否定句还有人在写也没关系哈，那我们接下来就是被动句了。达瓦前缀加上马嘎马嘎就是变成被笑，马嘎达瓦我们现在就练习第一句哦。这个是在马嘎达瓦你阿公古娃娃都罗米阿米阿。现在简单是这一句哦，大家都要练习。没有写的用念的也可以哈。你读一被动句哦，第一句，达那么那么大好，马嘎达瓦，达瓦就是笑，前缀加马嘎，意思就会不一样哈，就是被笑的意思。这是我们的例句，那你可以用我们很多刚刚所学的字根来练习。好，老师，我这边你那个秘书，对，第一句，好，这个就在好。maka keter ni ina jika zao tu rumiah 嘎造每天都被妈妈骂。maka keter ni ina 是吗？对，maka maka keter keter ni ina jika zao tu rumiah 对，嘎造被嘎造每天都被妈妈骂。嘎造每天都被妈妈骂，可以哈，可以，maka keter ni ina jika zao tu rumiah 嘎造每天都被妈妈骂，对，maka keter 很好，keter 就是生气，maka keter 也是被谁骂的意思，maka keter 好，他用 keter 字根哦。我们的时态可以用读阿咪啊，还有读礼拜，读弗拉都可以哈，可以换成读鲁米阿咪啊，读弗拉散，或者老师，我是问一下，maka keter 跟 maka 一样的意思吗？马咖里昂哦，对，马咖里昂就是被欺负啊，被欺负哦，马卡里马咖亚是被欺里昂，负哦，马卡格特是被骂，马卡里亚是被欺负。马咖里昂就是有点霸凌那种，有点被霸凌。马咖里昂过啦，冷落是，如果说我们一直踩那个草，就是就是马咖里昂就是被踩坏掉的意思。马咖里昂被什么什么的意思。好，这个被动句也很特别哈。马嘎什么？马嘎个字儿，或者是马嘎，还很多哈。马形动词，马嘎马嘎。北岸还有什么吗？想一下哦，大家。第一句应该不会很难哈。
老师，我问一下，我刚刚试着造几个词哦。马嘎乌拉是被爱吗？马嘎乌拉，被爱吗？你造句看看。啊，造句啊，马嘎马乌拉，嘎乌拉，你把奈几嘎造，嘎马造被把嘎乌拉。奈爱，这样吗？如果是马嘎乌拉，这可以吗？边的被被爱啊，马嘎乌拉被爱可以呢。我们通常都说乌拉汉哦，马嘎乌拉，很少用马嘎乌拉。啊，这样讲对吗？马嘎乌拉这样的讲法对吗？马嘎乌拉，马拉乌拉是互相喜欢，马嘎乌拉是被喜欢吧？可以的，有，可以。所以马嘎乌系也可以，对不对？马嘎欧西，马嘎欧系，对对对，被讨厌，马嘎欧系对，马嘎欧西可以啊。被讨厌。那老师有一个妈型的话叫马福店，马嘎福店被睡，有这种讲法吗？马嘎福德古拉西嘎尔，那个常被睡呀、可以马嘎这样讲吗？福德，马嘎很少人这样说了，哦，就福德，马嘎福德好像有些地方好像也不太恰当，用那个马嘎哈。对，如果不一说你用定是是不是不一定每个都可以套？对，哦，如果我了解。说马嘎福德，马嘎欧西是有了，马嘎乌拉被喜欢这样，好像有些词汇都不太可以用马嘎什么，可能要看一下，要念一下才知道。哦，划一下，看一下。哦，下面有哦，好，苏贤，那没说都哎，还maka usit ni panay ito ka jika 都鲁米阿米阿，嘎造每天都被把奈讨厌。哦，好，马嘎欧西就是被讨厌嘛，哈，马嘎欧西，你把那一集嘎造都鲁米阿米阿，哦，嘎造每天都被把奈讨厌，对，马嘎欧西，很好，写得很不错哦，可以用马嘎欧西。好，爱丽丝说，大概多好，哎，爱丽丝，其实都za ai tu kau mama sa ko chỉ sa anu honi mangata tu aulash， 等一下太阳就不出来了，快要下雨了。然后再来是 magapoi no aridis ko kukwe do lumiamias， 鸡每天都被老鹰骂。哦，好，鸡每天都被老鹰骂。我看你第一句哦。那爱都个有妈妈沙发古吉发很乎你，等一下太阳就不出来了。Mangata do ama orar， 快要下雨了，很好。Makapu'e no alilis古do rumi ami ar， 鸡每天被老鹰骂，这样啊，很好哦。爱丽丝，那这个说好，谢谢。好，还有哦，第一句的，还有其他的可以练习哦。第一句是很简单的。那咱们努米达马布隆号，如果有在线上的，可以用说的，很多种方式哦，用说的也可以。最好是写哈，边说有自己写，边说边读，这样读自己写的很好，这样语气会进步。好，第一句如果还有人要练习，都可以哈，写完了就上传。那我们很快哦，我们就进入到过去简单式这里哦。你萨卡杜萨，小孩昨天曾被阿公笑。小孩昨天曾被阿公笑哈。马嘎达瓦
度你阿公古娃娃伊那吉拉。马嘎达瓦度你阿公古娃娃伊那吉拉。伊那吉拉就是昨天的意思。马嘎达瓦度这里是晨，这个度就是晨的意思。马嘎达瓦度你阿公古娃娃伊那吉拉。好，一样哦，我们来做练习。我们做马嘎，加上马嘎，前缀加上马嘎背什么什么，这样的句子来做练习哦。这个杜莎读好。第二句，主语是马嘎达瓦杜，曾被阿公笑。老师，我这边先。好，必须改哟。好，Magaliang tu ni kacau cipanai iti ya ho。那个板奈以前曾经被那个嘎造欺负。哦，可以。你是说马嘎里昂度你嘎造几板奈一地呀吼。我好像念反了，反正就是马嘎里昂度你嘎造交几板奈，几板奈是吗？对。马嘎里昂度你嘎造几板奈一地呀吼。板奈以前曾被嘎造欺负，对。对，可以啊。很好。因为我们马嘎里昂被欺负。对，马嘎里昂都。老师，我刚刚发音，我如果念马嘎里样也可以吗？马嘎里样一样就是不听话。你说霸凌那个怎么讲？马嘎里昂，马嘎里昂。里昂是不是？里昂还马嘎里昂，它是弹舌的。马嘎里昂。马嘎里样是不听话嘛？你刚念到里样哦。对，是里昂，对，里昂就是马嘎里昂就是被欺负嘛，被欺负的。好，这里里昂是马里昂就是凶恶嘛，凶狠。对，形容很坏的人呐，有很坏的事，很好。马嘎里昂，里昂就是不听话，里昂才是好。马嘎里昂也可以哦。好，第二句了哦，是吗？马嘎里昂杜。好，大家加油喽！伊萨嘎杜萨杜好。以第二句过去简单式这一句做练习。好，第二句哦。好，如果有学完了，就可以上场上来哈。先上的每个人讲一句，练习一下。我还没有学的也可以哦，加油哦！希望每个人都要练习。
前面2句都很简单哈，大家要练习一下。可是我们现在这个是被动句，被动句的句子。被动句也是有7句哦，我们可以慢慢的来练习，每一个句子都要练习。如果没有字根的话，这里哦，看一下 maka ilul maka 什么 maka keter 都可以用到哈。好像有些都不太适合用。好，我们看一下，我们有人写完了吗？Mengendah，这个是书写，这是你现在写的哈。对。好好的。Maka usitu nu wilang ningla ji gazao i ayaw nu ni afulas。嘎造上个月曾被他的朋友讨厌。好 ，maka usi 可以哈，被讨厌。maka usitu nu wilang ningla ji gazao i ayaw nu ni afulas。就是嘎造上个月曾被他的朋友讨厌，为上就是朋友。好，写得很好哦。maka usi 可以被讨厌，曾被他的朋友讨厌。对，还有一个读，好 maka usi 读曾被讨厌，很好哦。我们可以参考前面几句的哈。如果线上不会的，可以参考其他的老师还有学员写的哦。好，下面是你 Alice 书能没书都？maka umi tu ni阿公及达咩一地啊后，达咩以前被阿公宠爱。maka umi 宠爱嘛哈。maka umi 是溺爱。umi 是爱嘛哈。溺爱。溺爱对 maka umi tu ni阿公及达咩一地啊后，达咩以前被阿公宠爱，对，很好。maka umi 可以哦。谢谢 Alice。还有很多可以加上maka哈，可以大家多学几句哦，也可以让线上的其他在旁听的学员可以让他们学习。好，maka dawa 读这一句都几位学员都学过了哈。那我们往下看哦。未来简单式这一句，第3句，sakadulu。小孩明天将被阿公笑。小孩明天将被阿公笑主语的部分是说，Umama katawa ni akong kuwawa anu sapak。Umama katawa我们家mama katawa 就是将被笑umama 就是未来式。Umama katawa ni akong kuwawa anu sapak。sapak 就是anu sapak 就是明天。好，第3句未来式哦。umama ka keter 也可以哈。umama ka osi 也可以哈，就按照你们 umama ka umi 这样也可以套用哦，试试看。这一句是前面加妈妈妈。umama katawa umama ka keter 或者是 umama ka osi 我们造句看看。那么大好，
未来简单式这里。那咱们都没待过那萨卡多鲁，也靠差不多，也时间都快9点哈，所以我们要把握时间哦。好，老师我先。你先好。老师那个达瓦那个后面有了的是那个忘记的意思吗？达瓦。马达瓦尔吗？瓦尔。对对，马达忘记瓦尔。马达瓦尔对，忘记。那我用这个乌你用那个乌妈妈嘎达瓦尼班奈吉嘎照阿努阿幺这样子对吗？再讲一次看看。我刚乌妈妈嘎达瓦尔尼班奈吉嘎照阿努阿幺。哎呦，中以后啊，文呢？一个了，一个。阿努一个对对对，对不起，阿努一个。对对，之后嘛。对，嘎照以后将会被班奈忘记。忘记我想一下。这次哈，我妈妈这次。乌妈妈嘎达瓦尼班奈吉嘎照阿努一个。对，班奈嘎照以后将会被班奈忘记。忘记遗忘哈。妈妈嘎达这瓦尔。遗忘比较好听的。妈妈嘎达瓦尔。你讲的是很好，但是我想一下。妈妈嘎达瓦尔，我妈妈达瓦尔，我们通常是我妈妈达瓦尔讲，我妈妈嘎达瓦尔也是可以啦，就是比较标准。我妈妈嘎达瓦尔你把奈几嘎造一个这样哈，你这样的，你刚刚念的是这个哈。对对对对，很好，对。嘎造以后将被把奈遗忘记，很好，谢谢哦。我妈妈嘎达瓦尔，可以。大家加油哦，骰子了呢。我们今天讲的就是这个第3句哈，未来这边，未来简单是这里。前面已经肯定句、否定句都完成了，现在就是被动句的练习。之后还有祈使句的肯定句，再来祈使句的否定句，很棒的课程哈，很棒的句子。希望我们能够喜欢学习时态的那个句型。还有人写吗？第3句哦，我妈妈嘎什么？写你的句子哦。嘎照念的是我妈妈嘎达瓦尔，我妈妈嘎巴万，我妈妈嘎巴万，我妈妈。如果是说遗忘，我妈妈嘎巴万会不会太长？我妈妈嘎达瓦尔，我妈妈什么都可以，我想一下。好。现在是谁写完了？现在是书写吗？好，书写你刚刚写了哈。好，现在好，你说。有妈妈嘎个的，你伊那几个早后呢？个早等一下将被妈妈骂。好。我妈妈嘎个的，
你赢了几个招，然后呢，那招等一下将被妈妈骂。我妈妈嘎个嘚儿，我妈妈嘎个嘚儿。我们通常讲是，如果我嘎个嘚人讲，我妈妈嘎个嘚儿，被骂也是哈，请看很好哦。可是我们通常讲的是我嘎个嘚人，这个是比较正确。然后我妈妈嘎个嘚儿，你赢了几个招，然后呢，嘎招等一下这样被妈妈骂。好，谢谢我们的苏贤。好，接下来我看一下好，及 Alice 努力说的。吉波亚波伊果巴巴希努马果，我妈妈高米努尼安古尼亚娃娃阿努伊果，我的妻子怀孕了，这个小孩以后将被我们宠爱。好，我们大姑你 Alice 你说的很好。吉波亚波伊果巴巴希努马果，吉波亚波就是有身孕哈。我妈妈嘎乌米，我妈妈嘎乌米努尼安古尼阿娃娃阿努伊果了。这个小孩以后将被我们宠爱。写得很好哦。我妈妈嘎乌米努尼亚，我们古尼阿娃娃伊果之后以后的意思。很会写哦。好，应该写的都很好，没有问题哈。不要背，不要背就是怀孕哈。伊迪亚也是怀孕的意思。吉娃娃，不要背，不要背是哪里的话哈？意思。我是查字典。老师，你刚刚讲那个迪亚是肚子的那个迪亚是吗？我们可以形容说吉迪亚都就是意思说她有怀孕这样。或者吉娃娃都就是有在这里吉迪亚都。好来谢谢。吉娃娃都吉不要背都对，这个吉不要背就是形容身孕的意思。之前是常听了，听以前部落的时候不要背。如果形容那个稻子含苞待放，我们也可以说吉巴背，有听过吗？吉巴布吉巴布了，吉巴布读过了，巴奈就是那个稻子，就是还在里面，还没有发芽，我们那个叫吉巴布，有稻子，吉巴布贵呀，吉巴布啦，吉巴布没有 L， 吉巴布贵呀，巴奈，巴布就代表是说那个稻子，它还在里面，还没有发芽，就是还没有长出来，就是还在那个稻子里面，那个叫吉巴布。对，你写对了，对，吉巴布古雅巴奈就是那个稻子在那个怎么讲中文？在含苞，这样吗？还在苞，稻子还没出来，就是应该是抽穗，那个抽是抽打的那个抽签的抽，然后稻穗的穗，来抽，是吗？就是我们的稻子还没有开的那个形容。那怎么形容？就是现在外面都还在，有的已经长出来，那有的还在含苞待放，就是我们讲吉巴布，就是那个稻子长了就开始要长那个稻子，所以我就想到说吉不要不，我就想到吉巴布，那个稻子已经要发芽了，这样形容可能还听得懂哈。听得懂。好，可以哈。好，今天我们就练习到未来简单是这里哦。好，那我们阿来吉达那号时间也到了，还有人有写吗？如果没有的话，大家